摕即段影片甲咱分享，就是讲咱看到迄只马，伫迄个泥沼当中爬袂起来，啊，迄阵迄个养马的人，啊，就伫遐看讲，迄个内底偌深，啊，因迄内底是毋是迄个铜板啊？伊就想讲要落去，啊，另外一个讲，这你摸落去，这哪有可能你安尼落去有法度家只马？结果另外迄个一个领头的人啊，领羊人，伊就讲，安尼恁转去甲咱遐个马，拢家牵来，安尼一直走，一直走，啊，伊就看到，哦，啊，伊就指我，咱就是啥？该引领唤醒，哦，互伊这看到即阵安尼伫遐，即阵马伫遐安尼走安尼走，伊就感觉讲我嘛要出因共款安尼。啊，咱迄个出主意因迄个领头羊啊，就亲像咱的老师共款，吼，带领的这些徒儿，吼，度过这个难关，吼，是毋是？伊老师的。咱伊带着这个徒儿啊，要安怎度过这个难关啊？啊，比如讲，咱同修当中，伊也拄着困难，拄着逆境的时啊，是拄着低潮的时，咱是毋是会招几个道亲去甲伊鼓励？哦，啊，去甲伊鼓励啊，啊，互伊安怎，互伊提出安怎度过这个低潮啊？是毋是拢会安尼做？在座各位浅浅有安尼做无？有吼，会啊。所以这就是安怎？其实若要认真讲，就是讲，咱道亲大家同修当中啊，哦，就像咱老师共款，希望每个徒儿都好，哦，伊无希望讲搭一个徒儿拄着困境的时，行袂出来。啊，所以这个咱好势写个。就是讲，咱在修办的过程当中啊，袂当离三不离，袂当离开佛人，袂当离开善知识，袂当离开经典。这三项啊，咱一定啊，时时刻刻，拢对咱来讲足重要。咱今仔日离开佛人，就像他迄位老菩萨安尼，哦。伊3年失去足侪呢，真正失去足侪哦，愿力啊吼，咱好就是讲愿力啊，今仔这个愿力，咱为虾米有这个愿力？咱为啥有这个愿力？因为咱有道念啊，对道有肯定啊。咱对道有肯定，咱才有法度好发出这愿力啊！咱今仔日对道也无肯定，你会发出这愿力？袂，一定袂啦！发个愿嘛讲，啊，我咧度人度一个就好啦，安尼啊无我就莫写。哦，咱每年哦，是毋是花过新春？咱好势嘛捌。听同才同修当中啊，吼，讲啊，逐年你火过，啊，逐年你去新春湾，啊，安尼足麻烦的，咱来了解，咱爱啊，感谢天恩师父，有好互咱每年立愿甲忏悔，咱好势比如一个上简单哦，咱遮庄脚有大鼎无？有吼，大鼎也用半年，爱创啥？火兄啊，就火安尼兄就啊，火尖的啊啥煮饭啊、煮菜啊，啥咱会拢煮无啥安尼，热鼎安尼。为虾米？烟吞咯，烟吞。爱烤，甲鼎举来后壁迄个烤的，半年烤一摆，啥物？啊，咱若一个月烤一摆呢，鼎会热咯。一个月烤一摆鼎袂热，绝对更较热。所以这忏悔就亲像咱
即鼎共款，你啊一年两年，你个毋加口，我来讲，你拢袂，你煮物件拢袂个。你啊若逐个月加口，我讲保证你迄口鼎火行落，火灭衰，迄炒菜佫炒得佫好食。所以咱好势摕即个口鼎的好啊。较少年的话可能听毋捌啦，在座遮的老菩萨哦，应该拢知影。较早咱好势做囡仔时啊，迄大鼎拢举来畚堆啊，用啥扣呢？举猪头。咱好势举猪头安尼扣啊，嘿啊，咱遮咱迄嘛毋知影。所以咱若有迄个愿力，咱就会当突破迄个障碍。咱若无迄个愿力，你绝对我赌，我真是真正，你绝对卡伫遐个啊！咱讲卡掉个啊，卡掉个，你安怎你要过哦，都困难个啊！所以克服修道低潮是每位修道者的必修课程。咱好势遮去讲一个舍利佛啊，舍利佛会发一个大愿，伊讲我这世一定要甲我的身躯拢写出来安尼。叫当伊咧发这个愿的时啊，龙天护法听到了这舍利佛真正赞，发这个大愿的。叫发这个大愿了后，这舍利佛，伊怎啊？发愿了后，伊怎有一天伊就行出拄仔咧路边啊，拄个一个妇女啊，规路边哭到安尼足伤心的。舍利佛就行去就跟问啊，讲这位迄个妇人家你为虾米啊？哪会遮伤心哭到安尼啊？伊讲阮妈妈啦就讲要治这目睭青霉，要治这目睭，讲爱修道人的目睭啦来互伊才治好安尼啦。这舍利佛听到了后，随甲目睭挖出来，原来有大有大挖出来了，这妇人讲，你也无问我是正蕊啊倒蕊，我爱倒蕊，你搁挖正蕊。那要安怎？舍利佛会去学，会无？会。同款好，爱倒水我学倒水出来啦。是说倒水大家学出来，这妇人摕着了，伊讲，恁这修道人的目睭哪会遮臭臭啦？佮迄个涂骹安尼站啦。舍利佛看者。我学正蕊，你讲爱倒蕊，像我学倒蕊，你讲我的目睭遮臭臭，安尼是变对啊？舍利佛，这是这位妇人啊，就是先来课，先婚，先舍利佛，咱若拄着安尼呢？咱可无这勇气，我都讲的自然了所以真正所以有当时先都是去讲课，所以咱过去咱讲师嘛捌讲咱若在修道当中过程当中，咱来牺牲价值有啦，价值所以咱虽然爱有这肉体啦，甲有这个夫妻当中，你才有法度去行公了啊！你也无这有法度好做的呢。第四，细心砥砺，借假修真啊！咱要甲度过遐低潮，咱的心爱洗。洗要清净嘛，洗要纯呐，
安尼啊，你迄个杂志啊，底下有一点仔杂志，咱好势头仔讲的，这3项物件你也搁一项调呀吼，足困难的啦。你贪嗔痴，你也搁调一项去啊，真正无遐尼简单啦。啊，所以啊，咱好一人爱照假收真嘛。你无这个肉体，你无法度做功德，咱这真的，安尼啊。所以就是讲，咱修行苦，无修行更加苦。咱修行啊，有辛苦无？安怎辛苦？啊？咱修行安怎辛苦？安尼拢念念。咱拜一甲拜五是毋是有上班的爱上班？啊，即摆拄好假日拜六礼拜，爱来有人。哦，比如讲今仔日开班，昨昏就爱提早来遮来了乱啊，切遮个桌啊椅啊，准备遮个物件安尼啊，安尼有辛苦。有啊，修道嘛真辛苦呢。哦，是啊。人有假日，人像囡仔假日啊，人全家大小啊，迄阵好天的时，咱大家拢出去佚佗啊，啥咱爱坐伫遮，所以修道很辛苦。啊，毋过这个辛苦有价值无？有价值呢，后个互你逍遥180年，换来的是逍遥180年，所以。甘愿你这个时阵，你要有即口气的是较辛苦者，有价值。啊，你啊无修的人啊，有来苦，拄啊低潮，一过拄啊伊啊无修啊，伊啊会啊4生6道里啊去轮回呢，迄有辛苦。迄哦，迄有当时啊，你要轮回去倒，你都毋知。所以，咱感觉讲修道很辛苦啦，虽然是比咱较辛苦，哦，啊毋过啊，咱辛苦了后壁有价值。咱甘愿即马较辛苦，莫讲啊，我趁少年来去佚佗啦，咱好势啊，听着同修啊，过去啊即马较少，等我吼，欠5000万的是我才甲恁来修道。咱好势听着的，遮个人拢有。欠着5000万你毋来啊，你要去享受啊。因为你袂满足嘛，你感觉讲好，这5000万足好诶，我要过来趁较济啊。这拢是咱一般人的弊病。哦，一般人的病啊，伊毋知影，啊，所以放下难，无放下更难。放下，咱在世时啊，就爱紧放紧，无等甲有一天啊，吼，咱看袂着，咱遮。什么不动产啊？吼，你偌济钱啊？这敢早会去？早袂去啦！吼，等甲你迄，你也无放下，等甲你迄口气吼，要长进前啊，你会讲安那？我毋甘愿啦！安尼啦，吼，为啥毋甘愿？咱好是遮讲，有一个家财万贯的人，伊安那？伊就向钱来走去啊！啊，即马伊个魂魄去甲阎罗王遐报道啊！伊甲阎罗王讲：阎王啊，你搁吼我一款啊，迄个还阳的时间啊吼，伊吼我向走吼，我遐家财万贯啊，拢还袂分配好，还袂交代好安尼啦，吼！啊，这阎罗王就甲迄个魂魄讲啦吼，伊讲好啊，互你还阳会使的啊，安尼足简单，你摕1箍来互我，
结果这个人，文书王到到，哪拢无一箍，为虾米？因为无一箍。曼波特库。早袂去嘛，一箍银。咱好势有去看咱人迄啊咧塞入咧迄个烧的时啊，正正拢爱检查迄金仔啊、钱啊，拢摕咧个，一箍银都无早去。真诶啊！啊，所以咱再讲甲，因着好啊，你要还阳会使啊，摕一箍落啊，一箍是毋是足简单？现在文书广播呢，嘛有一箍，对无？啊是安尼讲无一箍，所以咱平常时爱谨防。无等下咱有一天。那个足突然来走起啊，你放袂下，你会怨天尤人，讲我搁做侪代志了袂做。足侪啊，在世啊，足侪啊，咱会听伊个时势讲啊，阮某咪人啊，就讲做要搁创啊，遐代志拢无做着啦，安尼啊，是毋是安尼？啊，所以咱爱放啊，你无放啊，你要走真正足困难。吼，啊，所以咱啊，圣经内底讲，心乖，有有恐怖，颠倒梦想。这物件，咱爱无挂碍，咱若有挂碍啊，你走足困难。啊，所以咱今仔日才做你心。富贵好，报时好，为有钱人摕袂做安尼。像咱好势吼，会厝边啊，因兜做有钱诶。迄你知影迄工个做水电诶啊吼，咱好势迄个水塔，迄个水管头，叫迄水电来修理，迄水电来讲，厝边呢好有钱啊，遐厝，哎呀，水电拢叫伊去修理嘛，拢有够侪间厝，安尼啊，对啊，有够侪间厝，咱老是甲太太拢定讲，甲伊形容安那好野人什么命，去食命，嘿啊，真诶好野人去食命，迄钱摕袂出来，啊拢是。老的啦，甲少的，拢为着啥你冤家伊啦？为着钱你冤家咧，为着什么代志你冤家咧？有钱嘛会冤家咧，啊无钱的讲冤家，讲了佫甲会落，有钱嘛会冤家，嘿啊，真诶啊，迄算阿公啦吼，拢有当下甲太太伫遐冤家啊。冤家到尾啊，收伊的车开了走，过去别间厝大。啊，即马太太甲先生你冤家啊，乌带的徛就去关西大，安尼啊？嘿啊，迄先生去新厝大迄个太太去关西大安尼啊？嘿，所以啦，讲安尼啊，有钱啊，问题钱，伊拢要骗人啊。伊毋甘报时诶，伊毋甘报时诶，伊拢要骗人。啊，所以啊，咱即世是啥意思？就是啊，咱过去是三思并行，所以咱即世照这样好，咱做上简单诶报时，咱诶经济也会使，钱财上方便，吼。咱好势讲，遮讲一个名句啦吼，有一个国王，伊要传王位啊，叫伊三个后生仔，伊讲吼，恁三个吼，我一人分偌济钱互恁，甲暗进前恁拢甲即间厝，不管恁用啥物物件，拢给摆互阮。拢摆互阮哦，结果头一个出去啊
去买一寡甘蔗啊，咱知啦吼，甘蔗安尼拜拜，哇，拜半斤尔，拜袂完。好来，第二个，过无偌久，搁转来买一寡啥？大稻草，转来搁拜拜，拜一半较加啊尔，已经拜袂完。啊，即摆剩第三个还袂转来，第三个奇怪啊！要暗嘛啊哪会？迄个第三个还袂转来，结果俩讲迄第三个转来两手拢空空啊，敢若摕着几支啊蜡烛尔。伊讲啊你国王父王讲迄落，你爱甲即间厝啊拜互阮你敢遐几支啊蜡烛是要安怎甲厝拜互阮的呢？吼，啊伊讲啊我转来时就你拄啊路啊拄啊有一个。看伊安足善车，拄仔你卖蜡烛，啊，我就只有王吼，我遐个钱，我拄仔加买3、4支蜡烛转来安尼啊。啊，伊像转来了后，伊甲蜡烛安那给点好倒，咱暗时啊后一下会点倒，规间会完啊。哦。会完吼。啊，咱看有着迄个光吼，啊，摸会着哦。啊？摸会着。光摸会着哦。对。摸会着吼，这个是比较难。今仔日咱道知影道好，道看有无？啊，毋过咱身上有啊，哪会看无？咱有感觉啊，安尼啊。啊，来福田吼讲普照，有看到无？有。啊？有。你答？啊？看到光摸袂着啊？啊，无你要去摸者嘛袂要紧啊。系啊，哦，所以咱有感觉有讲普照，哦，过来，讲着看有无？无，毋过有感觉啊，哪会看无？有啊，你做久了感觉讲，我安尼，你成功了，原啊，我的事实有改变哦，安尼无感觉吗？有啊，哪会无感觉？哦，啊，所以啦，讲看，其实咱拢有感觉，哦，就像咧三个同款啊，尾仔迄个人伊啊呐，头仔两个伊是用上简单的传统的方法，啊，毋过第三个伊用啥？智慧，就是智慧。所以咱要渡过难关，一定爱着。咱若无这个智慧啊，要渡过这难关，咱拢是老讲很难，没有那么简单，哦。啊，所以就是讲，咱一定安那，爱安那，好好啊，有班，哦，有了完的事，咱爱来做，哦。其实惯势就好啊，做惯势就好啊。你像咱好势人吼，讲上简单，咱摆不讨厌安尼开车落安尼，咱感觉安尼走这2、3年走来，感觉足习惯的啊。啊2点外钟啊就到位啊，安尼啊，啊就是惯势就好啊，这个爱练啊。啊，咱今仔坐在遮来听班嘛是同款啊，嘛是爱练啊。咱即马久无来，1摆、2摆、3摆、4摆无来，啊，我进前就较侪摆无去，我就莫去。啊，所以咱拢爱好，爱有好的习惯。咱好先讲的是爱好的习惯，爱有正能量。啊，歹的正能量你就无去做，安尼。歹的正能量你去做啊那，就是先甲哦。你后壁就愈差愈差。哎，讲功德，咱兜讲来功德有大无？有啊，功德大，咱会当回用啊。所以功德，咱虽然是看无，毋过咱拢感觉，无求咱功德，咱若要做其他的，要做比你成功了完的代志啊，啊咱莫有为而为。咱拢莫，咱拢行啦！啊，今仔我着尽我的力量，啊，我替天行道，安尼尔。
就是安尼尔。你莫想伤济，你想伤济，我来讲颠倒无。吼，咱好先讲一个上简单啦。功德会当趁离心呢？咱敢知？功德会当趁离心呢？比如啦，咱好一个比喻，今仔讲书啊来，你知讲书啦，哦，啊你知讲书以后，伊也成道啦，你会当领伊个离心呢？沾光嘛，免偌济啦。安尼就好啦，领咧就叫我啦，足少哦。啊，你一年内底你会当载几摆？啊，迄个，互你载迄个人啊，你讲以后伊也成佛啦，你会当甲伊分呢？那迄讲师讲，伊讲，迄讲迄讲师安怎讲？讲吼，啊，你会当趁利息，啊，阮讲师吼，啊，毋对拢爱阮家己担，啊，你利息才有趁，安尼啊？嘿啊，迄讲。迄讲迄讲师就安尼讲，啊，所以功德会当趁利息咯，哦，啊，咱哦，阵哦，无寄无偌济钱，利息嘛加减趁啊，哦，趁久安那会惊人啊，会惊人无？趁啥？莫讲啥，咱在座应该拢40年以上，咱若求道了，甲即嘛做40年。你看你是趁偌济，哦，啊，要讲起好家财，咱好势家己开车，家己趁。哦，无啦，这讲笑啦。啊，所以吼，真正咱一定啊，不管安怎，咱袂使有这个有所求。你也有所求，你遐会高点。红尘世俗啊，随缘安顿啊。哦，咱若讲一定要安逸的时啊，咱敢有法度随缘安顿。咱做好过，敢有法度随缘安顿？无咧。感觉我裤底啊，就敢若有汗手就喵喵吼，啊我就遮我来去创啥，遮我来去创啥安尼啊。拢会安尼，拢要去做什么代志啊？啊，所以要讲叫你安尼点点，今仔好嘢人要叫你点点坐遮有长，吼，吸收真理足困难。啊，所以啊，咱一定啊，心智啊，一定要经过磨练啊，吼，咱你经过磨练，你才有法度安顿。咱好势，比如六祖慧能祖师。伊在了迄个10几年，你猎人族内底有随缘安顿哦。有吼，迄是你有爱伊个心呢。你若要，咱逐个在座应该拢有看过六祖传嘛。哦，咱好势骹拄仔看，哦，哪会安尼？迄哪会安尼共欺负安尼？哦，迄种诶感觉讲愤愤不平诶。哦，慧能祖师哪会安尼互欺负安尼啊？哦。叫咱紧看道理，紧听，咱才有体会到。但伊真正是随缘安顿，啊，迄是你磨伊个心思。啊，无人来请一代祖师。佫毋捌记呢？嘿啊，咱在座应该逐个拢捌记嘛。哦，毋捌记应该较少啊。哦，啊，请问有第